果你想喺南環區揾一個有咁上下質素嘅，一定係睇湖畔名門。今日睇呢個單位1497尺，接近1500尺。我哋先望個樓底係非常之高，呢個位置就望翻財富中心。今日睇呢個單位圍翻尺價都係5000零蚊尺，標準2房2廁。先睇呢間主人大套房。你見到佢做入牆櫃，擺床都擺到好闊落。我哋望一望呢個套間先，啱都有留意到呢個廁所有窗口嘅。南環區你要揾翻質素高少少，你要揾一個接近1200尺嘅2房，基本上係冇嘅。房間分兩邊，小朋友嘅房就喺呢一邊，呢邊會經過個廚房，廚房就3面 U 型，空間都夠。呢邊有一個客廁，都係有窗嘅。我哋望埋呢一間小朋友房，樓底夠高嘅話，你做呢啲 lock 架床會係相對舒服好多。上到去上面嗰層都唔會覺得好局促。呢一邊都係到頂嘅衣櫃。鏡頭前嘅你有興趣呢間5000零蚊尺湖畔名門，今年係15年樓嘅啫，不妨喺後台點擊我頭像留低聯絡方式，關注晒所有平台。我 Oscar，再見。